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昨昏雨是几趟倒。气象署昨昏下晡针对19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的特报，有的所在是一路落到暗时啊，嘛造成部分的灾情。伫台中有树啊倒去逮到机车的起司，因那上山机场的排水管嘛因为落大水雨，这水一个手写袂离，天棚全咧放落来。 天气尾嘛大雨就被抓，家人文化路10项附近一个中湖国小头前，水淹到脚部以上，有民众伫外部山食线摊，笑讲雨大甲愈食汤愈济。不过伫台中就无这么兴奋咯，雨势却造成难产的灾情。西屯区路树好亲像挡袂了大雨倒去，地上一个机车起司，路过汽车也损毁，好佳在无啥要紧。 系啊，伊这机车有牵着呀？有牵着，基本人去啊，系啊。你用迄白衫咧？系啊，着白衫系啊。恁人拢无落掉？松山机场也无法度挡这场大雨，旅客伫现场看到国内线航厦出口的天棚，熊熊破一个大坑，石头落规涂骹，佮讲到行李甲纸箱啊，好佳在无人受伤。啊，反正台湾就是这样子啊，不是漏水，要不然就天花板掉下来，要不然就什么挖沟。 什么有问题的？我觉得应该要日常的维护是要做的，只是说希望能做得更好。工作人员透露，代志发生的时阵，都是台北雨势上猛时阵，民航桥水平因为测试尾海嘛雨势伤过大，宣泄袂赴，排水管伤过重，袂堪得哩，才予部分的设施落落去。航站已经马上派人进行检修。记者综合报道。 最新的消息来看，台北地方法院裁定郭文德7000万交保。根据了解，这交保的金额已经有撞到啊。民众党讲，今仔日下晡1点会伫咧法院外口接郭文德转来。若讲到郭文德若转来，民众党主席这个位，黄国昌敢会幸福郭文德的？伊讲，因两个人的信任，毋是外人会当想象的。绿营卖乌白西人。 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准备一些主席喜欢吃的菜？官司案无因为初一透早大约10点，郭文德的牵手单飞机向阳公公出门。原来因翁婿7000万的保释金从好势也买，前一天伊伫面册表示无排除会提厝来抵押。民众党中央委员江河秋实表示，保释金已经好势，就等郭文德点头。是不是劝主席可以接受交保？交保金筹措的状况怎么样？7000万的部分都已经到位了啊。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拜托国昌主席跟我们的律师团好好来讨论啊咯，说服柯文哲愿意交保啦，这才是重点啦。你知道外面多少人在等你吗？民众党中央也伫面册发布信息，特别下晡1点要去北院接郭文德回去厝。党内表示，伫台中至少300人报名，不过就惊违反集会游行法的规定。党主席黄国昌回应，一定是和平理性。我们每一次台湾民众党在台北地检署的活动。 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温和。那我相信，这么久了，好几个月，他有很多话会想要好好的跟大家说。黄国昌强调，无论用什么方法，绝对会全力说服郭文德交保出来。不过，若是顺利交保回来，外界质疑讲，前后两个主席敢会相并斗，向要主导民众党？要不要把主席位置交还？包括议员的提名权，是不是继续主导？ 整个蓝白合作这样的方向，我想各界都会高度怀疑。搞这种见缝插针的事情，我奉劝民进党的人不会有用的。台湾民众党现在的状况，未来的发展，等到主席出来了以后，我终于有机会好好的再跟主席坐下来谈。黄国昌重新强调，家己甲郭文德互相之间有偌斗达，是别人无法度想象的。绿营这款的西人是无路用的。都市新闻采访报道。 总统赖清德也就是民进党主席开始全国党部的座谈，昨昏伊去新竹甲桃园，伊捌讲希望立法院甲民进党团改组。那伊伫咧新竹甲郭建明共台两个人握手小聚会，嘛引起众人的关注。另外，国民党主席要伫咧10月份改选，目前已经有9个人表态参选。 新加民进党主席总统赖清德悄悄甲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握手致意。民进党启动全国党部座谈，初一来到新竹市。由赖清德进前就讲，希望党团改组，党内也一直团是希望郭建明下下总调声音。赖清德来到新竹，也甲郭建明徛斗阵，也引起注意。
大家怎么看这个干部没有要登记？柯总召，这3个字对新竹人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地方直接传达大力支持关建明的声音。秘书长齐国勇未烦恼党团干部无人登记，敢若讲时间到，人才就出现。赖清德落乡一天连挂2场，下报告桃园，继续听基层的声音。倾听之旅，听听地方党公职、社会各界的意见，让整个执政未来能够更贴近民意，也能够更顺利。另外一边，国民党主席要20个改选，也掀起内部的纷争。随主席朱立伦宣布交棒，已经有9个人表示要参选。其中之一的罗志强在初7讲，党中央已经确认家己参选的资格。中国国民党已经确认自强参选国民党主席的资格，展开全台的巡回政见会，把我的理念面对面直接传送到我们的党员同志的面前。由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模拟说，总调任期届满，进前就团出伊，因为伊修改内规，为搁再连任来准备。这是国民党党主席改选被看做是牵动朱立伦甲鲍坤基体制是毋错度延续，有关鲍坤基总调连任之路。国民党立委林派雄回应，党团无务实立场，会先互党主席选举结束了后，再去看未来党主席安怎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对流真旺，过昼会落雷公雨。目前花莲县已经发布大雨的警报，咱来看分图。受到南边云系影响，今仔日南部甲东部会落短暂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不过过昼了后，各地会落西北雨，有的所在雨会较大，尤其是花莲的山区爱特别注意，可能会有水崩山的情形。另外，今仔日各地天气是真烧热，气温差不多是32度至35度。气象署针对7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日是双北、彰化、云林、高雄甲屏东是柑仔色的灯号，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咱来台南是温色的灯号，提醒乡亲最大要加啉寡，避免热伤害。昨昏暗时11点27分开始，台湾会当看到天雾的奇景，天到正月。咱若翻点过差不多点半的时阵，观测到真罕见的红月。这后一回若要看，都要等到2028年的12月31。昨报名11点27分到今日透早4点57分，5点半钟的天到正月，外全市天文秀请全球瞩目，甚至佫出现真难得看到的彗发。月球完全进入地球的本影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全食阶段。此时我们看到的月亮将呈现暗红色，也就是俗称的红月。这是因为地球的大气能折射些许太阳光线，而使月球呈现暗红色。这摆天到正月5点钟过30分，初八透早1点30分到2点53分的月面全食阶段，大家头前看到月球会通过地球半径南边亚洲全景、澳洲西半部甲非洲东部部分地区拢能全程看到。月食是一种天象，是指月球进入地球影子的范围内而发生短暂变暗的现象。9月8号的月全食全台可见。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在9月8号凌晨1点30分到2点53分。这摆无看到，一摆要欣赏月全食，要等到2018年12月31。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稍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起点强生主打勇士为主，着零是加价的。不过，根据审计部上新的资料，起点强生的案件差效率低，而且有要七成并无勇士的事实，敢若市电无市鱼啊。来看中国时报，咱国散车的人口差不多有300万人，不过却有8成无法度申请中介收入户。咱若社会救助法10多年来并无大整理，卫福部去年4月份虽然是预告修正，不过法案也是卡关。来看自由时报。桃园一个姓柯的老师，以食酒塞车去撞到路边的机车，逃走的时阵，佫甲警察弄着伤，就尾手去互抓起来。警察调查发现讲，伊这届已经是第4届食酒塞车去互抓到。桃园市教育局建议学校都要当甲处分，而且先甲停职。咱台湾交通的问题，进前防讲是行人地价。不过有民间团体发现讲，交通部编的道路交通安全的预算是连续3年拢在减少。
因为交通部是解说讲，教育部甲内政部嘛拢有编预算啊，在地数相对看得有较少。媒体 CNN 捌用行人地角形容台湾的交通乱糟糟，之前又阁有德国媒体报道，台湾一年的交通意外比美国911恐怖攻击伤亡的人数阁较济。建议旅客要去台湾佚佗，爱想一个严重影响到台湾的形象。另外，民间团体发现，主管机关交通部编列的道路安全预算连续3年拢减少，支持政府改善交通的决心。目前道安的成果都不如预期的情况下，我们却看到交通部每年的道安相关的计划的预算却是在逐年减少的，我们也是感到有一定的担忧。我是比较担心减少编列的情况，那我们地方得到相关的交通安全改善的预算是不是也会逐年减少？那这个跟我们现在要改善交通安全的决心看起来稍微有点不一致。交通部表示，2023年立法院通过《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并且伫同一年实施，因为包含道路工程的改善，所以道路安全预算约到6亿的高峰。不过去年内政部、国土署甲交通部共6局执行4年400亿有效提升人行安全计划，要求相关部会编列道路安全经费，所以每年交通部的道路安全预算才会减列，敢若有3.8亿。道安基本法相关的部会还蛮多的，115年有一部分的经费就是由教育部去编列了。民间团体认为，讲道路安全的问题应该长期稳定的投资，反对性请权才个降低这款编列的方式。政府应该对外讲清楚预算增加减少的考虑。因为交通部是回应讲，改善道路安全是使命，因为资源有限，一定会精进作为。最近几年补助宣传的成效袂歹，民众对于道路安全的认知、风险意识的提升拢有进步。公司新闻参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日本首相石破茂初7宣布辞职。今年7月份国会选举，自民党是输甲土加上内部分裂的压力。伊讲，美国、日本关税谈判即马拄好到一个坎站，阶段性的任务结束。这个时阵辞职，希望会当阻挡党内分裂的危機。この度私は自由民主党総裁の職を辞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用这不甲一年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初7暗时开记者会宣布辞职，佢告知监事长新山路，表示爱马上开始选出新总裁定数。まさに国難とも言うべき米国関税措置に関する交渉は、私どもの政権の責任におい道筋をつける必要がある。このように強く考えてまいりましたが、先週の金曜日、投資に関する日米了解覚書の署名が行われ、米国大統領令も発出をされました。昨日帰国した赤澤大臣から直接報告を受け、私としても一つの区切りがついたと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ます。私どもの政権とトランプ政権との信頼関係のもとに成り立った合意でございますので、私どもの政権においてその責任を全うすべきでありましたが、このような形になったことは実に心残りであります。7月自民党伫参议选举惨败，就破破认为家己爱承担责任，即马比一关税谈判已经到一个阶段性的结束，伊选择伫这个时阵辞职，希望能停止党内分裂的危機。次誰がなるの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の不安というか心配の面もあります。これだけいろいろ税金のこととかそう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んで、皆さんが暮らしやすい。石破茂表示，希望下一届政府应履行对国民责任，愿意交予新的领导人。伊伫7月参议选举设定的50%目标无法度达成，执政联盟2县拢失去过半优势，是自民党创党以来第一摆，党内逼宫的声音也真严重。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我来看川普处理非法移民的行动，即马日头是愈来愈大。就伫川普签行政命令，甲国防部改做是战争部的过长工，伊暗示续落来要处理美国第3大城芝加哥遐的非法移民。这个消息一出来，是互真侪人真不满，有几千个民众去街路抗议。伫芝加哥的街头，大地示威的民众也无爱川普，无爱军队，
废掉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 ICE 的票语，抗议川普政府未赶走非法移民，也阁有部署国民兵的计划。有几啊千人参与街头的宣讲，现场气氛看起来真团结。We sense your love and we sense your care for people who might be your neighbors nearby or your neighbors far away from you. Every single immigrant is a human. Every single immigrant has every single right to have their families stay together. 川普上任了后，对非法移民采取真硬道的措施。过去一礼拜，伊甲芝加哥的民主党官员之间继续对峙，就热讲要加强联邦对犯罪甲非法移民的执法，包含部署国民兵。伫川普签甲国防部改做战争部的行政命令记当天，提了一个再发文，要互芝加哥了解这个部门是安怎叫做战争部。外界解读讲，川普可能伫芝加哥部署国民兵来清理非法移民，引发州长甲市府各界的反弹。Sending the National Guard and sending ICE agents here to our community is a direct threat to not only us, but our community. It is us, it is our neighbors, it is our friends, it affects everyone. Businesses have been dropping. 芝加哥270万人的人口当中，至少有15万人是属于无证的移民，大约占全市的人口8%。法律专家也指出，川普敢有权伫州长反对的情形之下，派国民兵进驻芝加哥。同款伫车拉发火抗议者也上街反对川普部署国民兵的决定，尤其不满伊任命美国缉毒局 DEA 局长科尼接管华府地区的警局。国际新闻张淑芬评语。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才可以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川普对顶关税专案已经上诉到最高法院。美国财政部长麦辛德今仔日讲，有信心川普关税计划会胜利。不过裁决的结果若毋是安尼，财政部就要退回税金。以色列军方今仔日以打击哈马斯的据点为理由，轰炸加沙走廊的一栋徛家大楼。这是以色列连续3天伫咧加沙市轰炸的第3栋大楼。根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甲澳洲的军舰伫咧台湾时间7日早起通过台湾海峡，中国的海军甲空军就对伫咧后壁。中国讲加拿大甲澳洲这个举动是咧起无空，增加安全的风险。不过西方的军队也是讲，因有权通过这片海峡。镜头倒来咱国内。平湖的海巡发现有中国的渔船走入来咱的限制水域内底偷掠鱼仔，咱的海巡要上船去检查，这只中国船煞是加速要选，落尾手也是去防御着，甲船顶一栋的鱼仔拢总倒转去海里，也那人甲船嘛拢压转去马公港。广播真侪届要求停船受检查，不过中国渔船完全唔插，海巡署顺风艇冒险强制挖紧上船检查。经过了快6次的广播，他都拒不停船，本艇现在准备强靠实施登检，他还是拒不停船。这架船名为小的中国铁壳渔船，初五暗头仔伫平湖小门西北方26海里的海峡，限制水域2海里内过界线掠鱼仔，互咱国的顺风艇发现，马上就伫后壁要求伊停船受检查。不过这只船无爱接受检查，甚至加速逃走。平湖海巡队马上派顺风艇和安平艦去斗3天，用优势的警力控制现场的状况。纯属开回去，开回去！你们已经跑进来我们里面了，我们刚刚广播，叫你停船，你不停。海巡人员甲因监控，爱因甲船长一箱搁一箱掠到的鱼，全部带入去海底，其中有1栋，也甲人挂船压转去马公港，会按照违反两化人民关系条例进行调查甲裁罚。强靠登检该陆船，并控制陆船上共15名船员，押返马公港进行后续调查。今年1月到6月，海巡署已经赶走过界线的中国渔船322只，扣留9只，没移5只。因为中国的渔业休困期已经结束，中国渔船大阵出海作业，海巡队呼吁渔民发现过界线的中国渔船，随卡118专线，海巡单位会马上派船来处理。公司新闻参报道。我来关心，咱台湾有一只渔船东港的圣龙鱼61号，顶一日传出伫咧西太平洋的公海失踪去。不过，加在这个船长有拄到别只日本船甲迄只船借卫星电话卡顿来报平安。迄个船长讲，这只船是因为去互雷公卡到，才会失去信号。不过好加在엔진是无问题。船长包括船长，也阁有10个印尼籍的渔工，人是拢有平安，嘛已经伫咧顿来努力啊。
渔船伫东港盐埔渔港停靠，这是台湾南部上有规模的近海渔业渔港，也是远洋渔业的中心。不少渔船会为盐埔出海，啊，不过7月初为这出海的圣龙溪61号线传出失联。遭难的时候，因为船上有所谓的这个应急指位无线电示标啊，就是所谓的 EPR 仪器，如果碰到水哦，它就会自动发送这个讯号给透过卫星系统到这个搜救的系统里面。圣龙溪61号是东港一渔船转长26公尺，116.07吨。7月11日为盐埔渔港出海，去西太平洋公海作业。9月初3中昼船还有对外联络，隔天下晡1点发现船为回报器断讯。渔业署第一时间联络船主了后，证实圣龙溪61号失联，请求外交部甲国家搜救指挥中心，也是附近的友船协船。拜六下晡家属传来好消息，船长透过网络电话报平安。它是被雷打到了，全部的机器都失灵了，然后引擎可以动，然后开过来的时候碰到一艘日本船，接它的 WiFi 在打了，现在有请他停下来，有联络另外一个渔船要过去跟他接应。圣龙溪61号船长讲，船因为去雷公卡到地势设备毁损，后续家己判断台湾的方向行驶飞航，拄啊半路去拄到日本籍的渔船，就用友船的卫星电话卡转厝报平安，船顶12个人拢全部平安。记者采访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最近因为普渡，真侪人拢会拜拜的烧金，不过却是有民众直接伫咧公寓的楼梯间咧烧金。这个行为实在是真危险，而且无细致就会引起火灾。不过目前消防的法规并无规范到这款的行为。环保局是讲，只要烧物件造成空气污染，就会当照空污法来处罚。若真正造成火灾，可能就会牵涉到公共危险罪。金锣菜遐烧金线，火甲烟拢真美。大户柯先生看到这种情形，真担心，因为厝边烧金纸竟然直接伫咧公寓的楼梯间门口烧，而且一共不是头一遍。之前有一次看到是他已经烧完了，然后桶子放在外面。昨天这样刚好看到很严厉的斥责他一次。我小孩刚出生嘛，然后我们怕说，因为他在公寓间这样烧金纸，会担心他会不会引发就是公寓里面的火灾。代志发生在咧新北市邦桥，柯先生讲尊重中原普渡，拜拜烧金纸，不过伫楼梯间烧金纸有淡薄超过，惊讲若无细力，有可能规栋厝烧起来。去甲因反映，厝边讲会改进。这一定危险啊！楼梯间都不能放拖鞋啊、鞋架啦，也不能放花盆啊，更何况烧东西。不能随便这样，这公共这算公共，你要不会让烧个啊死个，什么人要负责？自警消甲环保局拢也无接到检举，虽然消防局讲消防相关法规即个若评定，无经过思考袂当伫咧产业引火烧，也无法律的条文禁止伫咧楼梯间烧金纸。环保局是讲，只要烧了有一粒一粒，就当依照空污法处罚。目前依空污法的规定的话，针对烧金纸的部分，并没有那个明确的一个规范呢，还是要去现场去明确确认它那个状况是不是真的有立状物。会归到空法67条，大概是1200到10万。如果不小心导致建筑物失火烧毁，或是造成公共危险，则可能构成刑法第174条各项的失火罪。有律师讲，伫楼梯间烧金纸，若无细致发生火灾，可能违反公共危险罪。最后回闹传统的习俗节庆，要烧金纸，一定要经较安全的所在烧，较袂危险。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寿山捌传出高山甲人抢食的事件，就一日有一个老大人，伊赶果子要去拜拜。却是拄到高山来甲抢，而且佫甲即个老大人杀互倒，加在伊是无受伤。专家特别提醒，这食的物件都要收好好势，嘛建议唔通用塑胶袋来赶。民众骑车到原兴市附近，发现头前一只高山要抢老大人手内用塑胶袋底的水果，佫甲人杀互倒，好甲在老人敢若惊到无要紧。高山抢食的情形，真侪人拢有这个经验。拜六下晡去寿山，佫发现高山跳起咧民众的身躯。那时候是没有注意猴子在旁边，只是手拿个东西，他就把你抢去。这个合法的强盗了，没有警察没有办法抓了。对啊，报警的时候我们不是我们管区啊。拜六拄啊是中元节，真侪人撒贡品来原兴市普渡，免不了使用塑胶袋啊。专家提醒，原兴市伫寿山是高山生态地，避免去抢食，爱注意食物，莫互看现嘛，莫使用塑胶袋啊。
这只猴子它并不是刻意要去攻击民众，而是因为说它看到塑胶袋里面有食物，那它去拉扯，所以导致人跌倒这样的情况。专家表示，影片内高山仔是为着抢食，才会甲人杀互倒，毋是故意伤人。警方嘛无接到民众的通报，市政府是回应，若是去互高山仔侵扰，想要甲赶走，会当请求协助。若是有看到一直伫扰乱人的高山仔，嘛会当申请设笼仔来抓。伫公共场所去互高山仔扰着伤，敢有法度理赔？这就爱看伫各场合敢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所以提醒民众，也是爱家己注意防范。记者采访报道。来看顶个月底，苗栗竹南有一个民众，伊要去便利商店，门口的人行道当伫咧施工，伊无细意跋倒，煞去弄到边仔路顶路死的基座，这个消息真严重，伊的面天几啊10针，而且之前台中嘛有发生类似的案例，落尾笑迄个人是不幸过往。今嘛有民众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要求政府都要赶紧来改善。吴小姐下头天几60针，敢若一尾大牙缸，连鼻啊、喙唇拢受伤，规个面看起来伤势是真严重。扑倒在地上，然后就是碰到了那个灯座的那个基座，那灯座的基座就也有螺丝，也有它加固的那些挡片嘛。意外是发生伫8月28暗时，吴小姐到苗栗竹南一间超商去买物件，因为人行道正伫施工，所以讲门口拢有铺设茶帮。吴小姐无细力跋倒了后，面直接讲到这路顶的基座，还佫碰起来螺丝钉。也那10年前，伫台中也捌发生一个查甫囡仔因为车祸弄到路顶的基座的螺丝钉，造成伤势相当，不治死亡。当时市府有全面检讨基座安全，不过代志已经过这侪年啊。道路边包含号志顶、路顶、路口监视器，这无同的基座，有缘有因无同的安装的方式。有的螺丝钉是锁落去，有的是锁起来，现出来灯道也无同。这个应该是全台的通案啦，因为可能也不是说一般公所可以去做的，对，因为这个牵涉到，我想应该是说这个设计它的设备的机具的设计的问题，对。吴小姐事后除了要向电工所要求赔偿，也认为全国相关基座、螺丝钉拢应该要有防护。9月初3已经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来提案，要求政府爱全面检讨，并且制定全国统一的设施设计安全标准，希望莫阁有人因此来受伤。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东北角的南东海峡，这是真出名畅水的景点。不过，因过清早发生渔民甲畅水的游客烧井水路的问题，当地渔民是感觉真不满，才会挂布条抗议。针对这点，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讲，未来陆续会定期啦，让游客确认位置，嘛强化水域活动的安全。不要在航道上戏水。渔船一直公布提醒畅水的人莫越界到航道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初一早起有20多只渔船集合伫新北市南东港区124，渔民毋若伫渔船顶面挂标语，行我渔船回航的路，就连岸边的栏杆顶边也挂满白布条，引发不少畅水客注意。渔船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故意的，就是离自由潜水很近，就是好像就是觉得说，我是在地人，然后就是会故意离很近。海上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标线，说哪边是航道，哪边是不能过去的。花旗定情的渔民李天生讲，正官方说法是甲耍水的所在用坐标标示出来，也不过畅水的人落水了后，无都知影讲是毋是越界。渔民不建议讲设浮球互因看，不过风管处无同意。佮加上进前南东湾有一寡鱼仔死去，游客果私底下讲是渔民非法炸鱼，更加好这渔民是真生气。你打个浮标，又类似用那个活动式的，这样我们渔船看到，那游客会知道。然后把这一条安全的路让出来，对不对？游客他们的潜水的安全，我们渔船开船安心。龙洞渔港码头上哪个地方，我们总共打算设2组4支的那个比较高的桩，让大家从海上就可以看出来。风管处讲，因为考虑海潮的情形，海上浮球可能偏散去，所以讲毋是长久的办法。12拜5要求相关单位到南东渔港码头来会勘，希望强化水域活动安全。因为乐团有炸鱼的行为，新北市渔业处是讲，因为无明确事前讲渔民有炸鱼的代志，已经函请海巡机关对爆炸行为加强来查缉。记者综合报道。
因应产业发展甲电力的需求，台电按算要伫咧桃园的观音起造超高压的变电所。不过在地居民是感觉真不满，批评台电闪过宽屏，而且这个居民嘛成立自救会，昨昏去议定地大声抗争。因那台电嘛有出面接受陈情书，因讲变电所到时是新型的设计，电子场的影响会较小，而且嘛会开说明会来甲乡亲报告。抗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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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北部条啊，提起下晡2点，伫变电所议定地边啊，观音的居民拢徛出来成立守护家园自救会，抗议台电计划设关园超高压变电所，无向各地方沟通，烦恼健康受到电磁波的威胁。我们也会怕有辐射啊。对啊，你要设变电所，你是要先告知我们村民。我们当然是反对啊！不是把人家不要的垃圾场，不是把所有的有危害的超高压变电所全部都设在观音，这对观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观音区已经有大潭火力发电厂、环保科技园区焚化炉、中油30等等的设施。居民不满又搁要设超高压变电所，强调袂搁让步，认为台电得到用地4.9公顷，是超工咧闪5公顷以上，需要宽屏甲举办说明会的规定。地方毋若反弹，台电无相沟通，针对地点就伫特定的农业区，是搁较烦恼。特定农业区了，就不该有任何的理由让它可以变更成特定目的事业用地哈。各位乡亲的一个意见哦，我会完整的带回去。那后续呢，我们一定会公开的清楚的把这些我们新建的一个目的啊跟安全性啊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针对地方强烈的反弹，台电表示，桃园最近10年用电的户数成长有17.4%，用电量271亿度，大约占全国用电量11%。观音市变电所会当直接引进大潭电厂的电，缩低送电的距离，降低损失，甲停电的意外风险。也强调变电所是新一代厝内型设计，电磁场的影响低，计划搁伫咧用地变更前的作业阶段，等待法定的停书好势会公开说明。公司新闻参报道。我来看，国光客运8月底宣布6条公路客运的路线停驶了后，今仔日8条往回南部的路线嘛宣布停驶。为今仔日开始，国光客运全面退出南部的范围，14条路线是拢停驶。昨晖各站的配帮车有袂少民众去坐，搁怀念一下。国光较早是1980年成立的台汽客运，是永年全台湾唯一合法的长途客运。2001年民营化了后，转型做国光客运，迄当阵市占率同款是排头名。后来高铁甲台铁分割市场，搁加上疫情，改变旅客坐车的惯势，人客是减真侪，亏损嘛真严重。国光客运捌是真侪人出外甲回乡的基地，这几十年来见证交通工具的发展，嘛显示伫咧营运的困境当中，因改变甲转型过程。过来看新闻的画面，记录咱历史上重大的事件、灾害、甲国际性的比赛等等，真侪重要的时刻。2009年台湾新闻摄影的比赛拜六颁奖，今年的最佳相片是世界12强的冠军战。等个现讲出3分的全垒打了后，一个欢喜庆祝的动作。2024年11月24日，台湾摕到世界12强冠军，真侪记者也伫现场记录见证。啊，那冠军战队长陈杰宪讲出3分炮的庆祝动作，迄当时，独立摄影工作者后以前伊的胃无好，靠演过伫东京大巨蛋翕相的经验，翕到正好的相片。其实应该蛮多人有拍到那一张的啦，对，只是看角度的差别。那因为东京巨蛋我去过5、6次有了吧，对，那所以。3垒的那时候呢，当你用长背的焦段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爆框。对，所以那时候后来我有换镜头。天时地利人和，后以前以这张相片摕到台湾新闻摄影比赛2025年年度最佳相片，同时嘛摕到12强特别奖的第1名。就是很多机会你要把握住，那你不要害怕失败。对，反正就去试嘛。那即使你有1%的机会，被你申请到就中了。办理这侪年的新闻摄影大奖是台湾新闻摄影协会家己办的，是台湾唯一甲新闻摄影照突发、艺文、环境分类分甲正清楚的奖项。这阵投稿的作品增加，包括亚洲的新闻工作者，尤其是香港。
因为香港大家都知道，现在新闻自由有一点薄弱，那等于我们也会尽量的要去理解香港的一些细微的东西。黄建良嘛指出，传统报纸理论上应该有更加侪资深、更加优秀的记者，啊，毋过这2年评比，传统大报得奖的人真少，比例偏低，这好亲像嘛代表媒体经营背后的心态。记者采访报道。家己的布袋戏表演艺术团队三麦童，即马推出新的音乐剧，那特别做15新的翁仔，这一届故事也有设计线索，要互观众做伙来激头脑、甲互动。15位工作人员做伙举着翁仔，伫舞台顶做演出的排练。家己讲布袋戏表演艺术团队三麦童，为着新的音乐剧制作15身新的翁仔，其中佫有一身有750公分、25公斤。这对亚翁仔的师傅来讲，是一个真无简单的演出。这应该是我也过上重的翁仔，较困难的所在是因为伊的伤口其实有一块可以食，其实这就是增加伊重量上重的所在。所以这就要变做安尼，但是其实伫压的时阵，这就唔免压起来无要紧，有当伊的到处的天地动的所在，伊的气势有走出来就好。为着要互看的人有新的感受，三麦童除了制作新的音乐以外，这届演出的故事佫增加推理的内容，佫邀请来看戏的民众做伙参与互动，要互传统的布袋戏增加新的表演元素。这是一项阮过去5档的作品，啊，伫今年含这出新的布袋戏音乐剧做伙演出。这届阮要用这个动脑的方式，爱用头壳，阮甲这细节甲线索咧，拢留伫戏剧内底、口碑啊，佮动作内底。那中场休息的时阵，大家出去划到投票。三麦童表示，这届演出继续使用80外身的翁仔，动员台湾各地要8万4天到3天演出，希望透过这一年只会当演一场的大型音乐剧，向大家来推广布袋戏结合创意的多元内容。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在民国6、7、0年代时阵，南投做竹仔加工的产业是真兴，不过对时代变迁后来渐渐落车。即马南投文化局举办竹艺展览会，唔但推广传统的工艺，嘛展示真侪用竹仔做的环保用品。归乡接触厝内原本要关的竹工厂，也成功转型的青年林家宏，向民众分享伊安怎把循环经济当作目标。研发做出环保起名茶杯仔这的生活用品，推动传统竹工艺走向现代引塑的过程。林家宏指出，亲像过去互人当作废料的贵竹的木，拄好是适合做茶杯仔的材料。少年仔因伫生活中会当较用到的物件，像器皿啊，也是像这款杯啊，竹个是一个做永续的素材，所以我感觉讲，若是未来嘛，有够侪少年仔的设计师，因若是会当用这种永续的素材来做设计产品的话，我感觉对环境嘛是会做好的帮助。竹区前是当代独有的竹编木枕，热天甲玻璃困会真凉。南投县政府当日举办竹艺展览，邀请5位竹艺保存者展出18件作品，希望来传承甲推广地方珍贵的竹工艺。像刘兴哲老师呢，他是非常着重在一个繁复的一个编织。那林秀凤老师呢，他是把这个竹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DNA 的一个元素呢，去把它慢慢的一个把它梳理出来。南投县府文化局表示，除了展览，也有一直办理研习，希望保存甲传承竹工艺相关技法。也若即届的竹艺展览会展到11月份，也会办竹编竹雕手作活动，互民众来体验。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拜六中原迄一天，真侪所在拢咧普渡款待好兄弟。也若中正纪念堂嘛有举办台语的活动，带大家做伙来学相关的俗谚语，嘛互大家了解咱的民俗文化，大家是拢算甲真欢喜。烧热的天气，民众传祭品来拜好兄弟，祈求一年拢顺时。中正纪念堂也配合几个请台语老师来教和鬼神有关系台语俗谚。现场真侪父母带囡仔来参加，上课内容真趣味，囡仔拢掠手回答。拄仔我研究到题，结果阮阿母就是袂听我的话，就最后一题就毋对啊。迄个就是鬼行恶灵。我感觉题目足趣味的，阮平常时嘛是会带囡仔做足侪咱民俗的活动。
老师讲，真侪俗感拢和普渡有关系，亲像去食望普渡、长工望落雨，形容短暂的百姓伫咧辛苦的生活中，阁会当找到一寡快乐，也有和祭品有关系，是咧甲人敲洗的俗感，像即过半鸭，唔知死活，笑人无规矩的意思，唔知死活，小鬼唔捌见过大猪头，是咧讲人唔捌看过大场面。这就是咱先民的智慧啊，因为咱平常时啊，就拢甲遮的鬼甲神，其实跟咱生活足密切的，伊就会甲这相关的故事，伊就应用伫咧生活当中，伊就有这种遮的俗言语出现。中正纪念堂9月份有真侪和台语有关系趣味的活动，亲像听台语歌食好料，用低压音做歌戏，对古早地图看台北城等等。主办单位希望用趣味的角度，让大人囡仔挖进台语，阁会当扣文化部母语家庭的台语点数。记者陈亚轩、王兴忠台北报道。体育的消息来看，中华职棒全垒打王林志胜引退的系列赛，连续3天伫咧台北大巨蛋来举办。伊讲感谢一路行来，甲伊斗3天的人，而且最后一场的比赛，伊讲出一支阳春炮，甲伊职棒全垒打的纪录游悬到305支轰乱，会当讲是真水气的结束。在最后这个时刻，谢谢我自己。在引退仪式发表感言，中华职棒全垒打王被全领队球星林志胜感谢对家己讲辛苦咯，挡袂掉感动的目屎。从9岁打棒球，打到现在43岁，34年，我没有不舍，我很感谢棒球给我的所有的东西，给我的家庭，给我的家族。很好的回报。也感谢一路帮助的人，包含桂英昌、蔡其昌、刘宝佑、高定亮、洪一中、蔡群忠、吴福连等。赛后影片内底也有真侪人对伊送祝福。有8伫12强开放的对手古巴教练梅萨，甲经典赛攻出安打的一本强投，电中奖台。此刻在一垒，我们要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要陪伴林志胜，也就是他征战多年的老队友，一起来欢迎一垒手辣爸潘中维。引退仪式中，林志胜找礼包，过去来向时期老队友，包含潘中辉、赵志辉、中宪当年成就连线完成最后一摆上杀手臂，林军磊将所有球具扛出来，象征结束球员生涯。拜至引退系列赛最后一场，林志胜拍第6棒收一垒，因对前3局就摕到12-0领先。伊前3摆一场无攻出安打，6局下半一出局，伊要将全垒打纪录个贴完。这个球出手来看一下林志胜，左外方向的飞球，距离够不够远呢？这个球全垒打！生涯最后一摆比赛，伫最后一个打击机会，生涯全垒打数更加喜，有305支，继续稳坐中职全垒打王。这支全垒打也是林志胜大巨蛋首封。那伫中职10部的球场拢到开封纪录，而且为新人开始连续22年拢攻出全垒打。中职这个比赛了后，特别邀请歌手林惠美现场导阵，以大巨蛋唱313枚顶经典歌曲。3场引退系列赛有106316人进场，改写中职3连战进场人数新高。当天个别中职传奇球星，记者综合报道。咱台北东园国小的棒球队，因伫咧威廉波特世界小棒羽漂赛摕到冠军，展会办游行庆祝。而且，这少年选手冒起大鸡蛋，家己要退休的球星林志胜互动，代表世代传承。徛伫关东马树顶边欢喜的下国旗，台湾的少年选手看到有规阵的亲戚朋友甲弟兄，真热情咧甲伊欢迎。乌印的面镜也悬悬，气氛是真闹热，现场大声欢喜的发休，大家拢欢头喜面迎接咱的台湾之光，台北市东园国小小棒队。台湾之光，东园国小，震震震，锵锵锵！
当年少年选手伫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一声就摕到冠军，公赢回来台湾了后，找7个客选游行，闹热起鼓，对台北市青年公园棒球场出发。上尾一站伫大巨蛋是特别有意义。这也是大师兄为我们一直希望借我们离开的日子呢，把爱的棒球的力量传给下个世代。配合职业球星林志胜，上届最后一届大师兄的引退比赛进程，甲小英雄共台互动，代表世代替换继续传承棒球棒甲公赢。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场送奖牌。很多球迷来看我们，帮我们加油，然后很开心可以坐在车上这样游行。很开心啊，可以被那么多台湾人这样子在大街上这样被那么欢迎。罕至的一场游行，和一寡少年选手永远记得条体验，因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尤其伫这场比赛了后，投手林进斗也讲，上晚上大的改变就是连伫国外都会有人来讨签名。我们今年有这个荣耀，可以站上所有的游行的列车上，在车上看到还是有很多市民都替我们招手，这对我们基层来讲是一种鼓舞。当国小为咱的国家争取公赢，让29年搁再甲冠军摕回来。这届游行也让现场民众做伙为台湾的一寡小英雄赞声，分享这份公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看美国有一个19岁的盲青，伊为着要甲儿童癌症研究基金来募款，伊挑战上少年家己驶飞行机飞过7大洲的纪录。不过6月份，伊降落伫咧南极地理的领土，因为无经过授权就降落，所以去互当局拘留。经过法律的协商，这个盲青爱捐出差不多91万的台票，予指定的儿童癌症基金会，而且3年袂当入去地理。因为非法藏入去智利伫咧南极洲的土地被调查的美国19岁盲红，虽然总算坐飞机离开南极，到智利本土上南边的城市庞达阿里纳，踮伫咧冰天雪地南极智利空军基地要甲2个月，伊甲媒体讲，迄段时间伊是安怎过。My day-to-day life was pretty mundane. I spent 90% of my time reading books. In Antarctica, being trapped there, I don't have many options, and so I spent a lot of my time reading books. And though I do appreciate the peace, my freedom was quite limited. 这个少年的 IG 有146万粉丝，伊伫亲人着癌了，就有一个想法，要为田纳西一间儿童病院筹募100万美金的癌症研究基金，而且要挑战一个人选伊的单引领轻型飞机驶7大洲，创上少年飞行员的纪录。伊飞行累积时间140天，本来6月底要飞到庞达阿里纳，因公所无经过授权就飞去南极的乔治国王岛，互智利拘留调查。检方指控伊提供错误的飞行计划，代表律师辩解讲，伊是拄到技术问题。经过协商，检方撤销告诉，安排班机予伊离开。El avión es de propiedad de mi cliente, Itanbul, y por lo tanto tendrá que ser regresado a su legítimo propietario. Probablemente lo entregaremos en una ciudad distinta a Santiago. Estamos evaluando probablemente Buenos Aires, Lima o alguna ciudad como aquella. 智利的法官撤销对盲红少年的起诉，严格条件是将要捐3万美金，差不多91万台票，予指定的儿童癌症基金会，而且伫咧3年内袂搁再来智利。嘛会付伊来回机票，还阁留伫遮2个月时间的费用。这个盲红少年讲，本来是希望会当予伊入去南极，这嘛是改飞其他路线完成伊的飞行计划。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来看瑞士有一个飞行员，着一架伊驶太阳能的飞行机，挑战飞去到1万公尺悬。这个悬度也就是一般商用客机悬度的纪录。虽然落尾手敢若爬起2架9500多公尺，不过也是创下太阳能飞行机飞上悬的纪录。这台太阳能动力实验机太阳能并63号，顶礼拜为瑞士西南部的西贡机场起飞，飞行员多姆扬探升悬的热气流，让飞机飞行到9521公尺的悬度，创下太阳能飞机的新纪录。Alors, ce qu'on aimerait tenter cet été, c'est 2 choses. C'est d'être l'avion électrique et solaire le plus haut de l'histoire. 这个纪录用5点钟过9分钟，过程是升8万到4-5千公尺，充电了后再继续飞悬。全程所用的能源完全是机械电源，22平方公尺的太阳能板。多姆扬团队以最后的目标是要突破1万公尺，加商业客机伫同款的悬度飞行，甚至挑战进入冰流站，希望透过这个纪录，展现唔免烧化石燃料的飞行嘛做会到。
Le rêve de voler, c'est probablement le plus vieux rêve de l'humanité. Et il y a des gens qui nous disent que demain, on ne pourra plus voler. Je ne pense pas que ça c'est dessiner un monde enviable pour les jeunes d'aujourd'hui et de demain. Donc nous, ce qu'on veut dire, c'est qu'on a tout ce qu'il faut pour changer. On a la technologie, on a les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On peut changer, on peut arrêter de brûler comme on le fait maintenant, ces 300 tonnes de produits fossiles par seconde. 太阳能变流站号机身9.6公尺长，由碳纤维制造，起飞时速50公里，上悬时速会达到140公里。英国的世界纪录是2010年，由飞行员皮卡德在另外一台瑞士飞机阳光动力号所创造的9235公尺。这项纪录的规则真严，所有的人员必须拢为太阳能绑来，起飞前爱充好饱，降落时阵爱阁留至少16%的电量。杜牧阳早伫2012年就捌驾驶全太阳能船环游世界。这届飞行的相关数据会送到世界航空运动总会，决定是不是认同这项新纪录。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来看外岛地区29度至33度。还有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